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27章。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为太尼唱哀歌，你着对伫海口甲伫真侪沿海的岛屿做无益的太尼讲。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太尼啊，你莫夸口，家己是十全十美的城市。你扩展你的边界到海的中心，你受起造，亲像一只完美的大船。因用黑门山的松树做船帮，用黎巴嫩的片香树做船桅，用巴山的橡树做桨，用塞浦路斯的杨木橡叶做床帮，因用埃及绣花的柚麻布做篷，人对远远就看袂着。因用伊丽莎沿岸运来的蓝色、紫色的布料做布边。为你过船的是西顿人甲阿法人，为你划大鞋是太尼本地的歌手。修理船的是加巴勒老年的师傅。大海来往的船只甲船员，拢来你遮做生理。你请波斯人、路底亚人甲弗人来你的军队做战士，因甲盾牌甲头盔挂伫你的营房，加添你的威风。对阿法请来的战士为你守卫城墙，你的城楼嘛有加马底人得固守，因甲盾牌挂伫你的壁顶，互你搁较壮观。他是人因为你的物件真多，就来交关，用银、铁、石、甲盐交换你的商品。希腊人、土巴人、米色人甲你做生理，用奴隶甲铜器交换你的器皿。刀加马人用马、战马甲螺交换你的器皿。地蛋人甲你做生理，真侪海岛的住民嘛是你的顾客，因用象牙、乌檀木甲你交换器皿。阿兰人因为你的物件真多，就来交关，用绿宝石、紫色布、绣花布、柚麻布、珊瑚甲红宝石交换你的商品。犹太人、以色列人拢甲你做生理，用美丽的麦饼、蜜、橄榄油、乳香交换你的器皿。因为你的物件真多，大马士革人用黑本的酒甲白杨门甲你交易，用乌萨的酒、精炼的铁、桂皮、芳的菖蒲甲你交换器皿。地蛋人用自马碗的毯仔交换你的器皿。阿拉伯甲基达所有的领袖用羊羔、绵羊杆、山羊杆交换你的器皿。示巴甲拿马的生理人用高级香料、珠宝、黄金交换你的商品。赫兰、甘尼、伊甸、示巴的生理人阿述、基抹，拢来甲你做生理。因将上等的衣服
绣花的紫色布、彩色的地毯，用锁仔绑甲真好势，带来市场甲你买卖。塔斯会船队甲你运送蟹物，你亲像海呢的大船，缀满蟹物，食水真深。各船会甲你过到外海，东风伫海中甲你扇破。船破沉落去的时，你的财宝、商品、蟹物、船员甲换大个。修理船的负责买卖，船顶的军人甲所有人拢沉落海底。船沉落海的时，船员喊救命一声，附近沿海的人拢着惊。各船的船员甲换大的，拢要落船上岸。因要为着你出声大哭，头壳散涂粉，伫血雾中过来过去。因为着你剃光头、穿麻衫，伤心哀哭，痛苦到极。因为着你啼哭哀伤的时，为你唱哀歌。有倒一座城亲像泰尼，沉落海底，无声无说。你伫海呢送货，互日孤充足。你的财富甲商品真多，互世间的君王好额。你伫大海互影弄破，所有的蟹物甲船员拢沉落去海深的所在。海岛的住民拢因为你的结局着惊，因的君王嘛拢惊吓恐慌，面带忧扬。列国的生理人甲你害头踢笑，你永远消失。即款的结局，互人着惊。